Be friend OK 呢一句咁樣講呢，其實都好難係令到人哋真係同你做朋友。不妨加多一句，做咗朋友之後呢，你嘅 IG Story 觸及率呢會提升嘅喎。聽起嚟係咪正好多呢？但我呢一句呢，絕對唔係亂咁講嘅，因為呢喺 Meta 嘅 Transparency Center 裏邊呢，佢有提到，如果 IG 發現呢你同個用戶之間係家人或者朋友關係呢，你嘅 story 喺對方面前出現嘅機會呢就會提升，於是乎觸及率咪提升咯。但係佢點知道你同佢係家人或者朋友呢？呢個就好 tricky 啦，因為呢佢話佢要知道呢喺 IG 以外呢，你哋都係朋友，例如呢你哋係 Facebook 嘅朋友啦。又或者你哋有一啲一齊影嘅相片或者 videos 等等啦，於是咧唔單止要 be friend， 仲要咧一齊 selfie 一齊拍片，咁先至顯示到有多啲嘅親密關係 story 咧，先至大啲機會喺你面前出現。做 marketing 嘅知道呢樣嘢又可以點呢？可能咧大家係要為你嘅品牌咧多啲揾機會同唔同嘅 KOL 啊，甚至你顧客咧一齊做多啲嘅 post， 鼓勵佢打卡咧，唔單止喺 IG， 甚至喺 Facebook， 一步步咁令到系統咧知道你哋之間嘅親密關係咧，於是乎你嘅 story 咧就會慢慢提升嗰個觸及率㗎啦。